相信大家手機都有好多相啦。咁如果 iPhone 過 iPhone 嘅時候咧，通常都係用 AirDrop 啊或者藍牙啦。但係有時啲相真係太多喎，超過100幅以上，好多時過下就斷線噶嘛。咁點算好咧？咁原來有個方法咧係好方便嘅，就算幾廿 G 都好啦，都可以一次過晒㗎。而家話俾大家聽，首先將充電數據線插落兩部手機先啦，咁然後呢，就打開相簿，跟住等幾秒鐘，咁跟住就會出現個視窗呢，就揀翻信任電腦，然後左下角就會出現 Import，咁撳落個 Import 之後呢，就揀翻你要儲存嘅相片啦，擊數都可以選擇全部，然後右上角傳送照片，開始傳送照片。咁傳送完之後呢，就會有得俾你揀保留嘅，記住揀保留，咁樣就完成㗎啦。呢個方法非常之方便啦。咁你只不過用一條充電線，咁就已經可以過到晒啲相啦。咁又唔會好似 AirDrop 咁同埋藍牙咁，你過百零幅咁，跟住又斷咗啦。就算你擊數比較大都好啦，超過100G以上都可以好快過晒㗎。咁但係咧，就暫時咧淨係支援 Type C 去 Type C 或者係 Lightning 傳去 Type C。咁舊款嘅 Lightning 去 Lightning 咧，或者 Type C 去 Lightning 咧就唔支援㗎啦。咁今日嘅分享就到呢一度啦。跟住咧，繼續有 iPhone 嘅技能分享啦。記住 like 同埋 share。